高雄三民區有一間新開的連鎖牛排店，業者佇咧人行道頂懸畫這奧多拜停車架，佮注明講這是私人土地，專門要予人客使用的。不過對面的店家卻是採購失敗，講人行道頂頭袂當停車，引起議論。工程局也派人去到現場會勘。照法規來講呢，這搭是綠色體舊私人地，袂當停車，業者的行為也已經違法了。奧多拜一台接一台徛起來人行道頂懸，看到塗骹有畫架啊，就趕緊甲車停入去。高雄三民區東明三路遮，今年初新開一間，講是全國上大連鎖牛排店。不管是人攏吵，為着停車的問題，業者佇家己私人地懸貴的人行道為停車架，攏總畫三搭，佮注明牛排店的人客專用。民眾雖然感覺奇怪，不過也是方便就好。第一眼看到它會覺得怪，會啊，我就覺得怎麼上面會有停車格。所以我們在吃飯就想說，哦，他可能是為了方便我們民眾停車，對，要不然一般我們就是會找路邊的停車格放。這邊的行人空間本來就有限，尤其以台灣的用路環境來說，那再把摩托車放上來，其實會有點擠啦。然後加上上面已經有那個腳踏車的位置，一邊是私人的停車架，一邊是 U-bike， 人會當行的空間就剩一雜雜啦。尤其若閣看過對面路，店家是彩牌啊，講人行道袂使停車。有民眾感覺無對當，2月初就向市府反映，初步會勘停車架雖講是劃佇私人地，不過個是屬於建築法規的綠色體舊私人地，袂使劃停車架。15下晡，工務局再次會勘，確認停車架無下規定，業者也當機會甲車架盜銷。本案現況車位劃設於不得設置停車位之退縮範圍內，已請業者於文到7日內自行改善，並書面回復本局及都發局、交通局及警察局。業者講，後續停車架會鎖轉來，唔是人行道懸貴的私人地頂懸。工務局表示，照高雄市現有的規定，3公尺以下人行道是袂使停車。除了確認業者係改善狀況以外，冇車警察局加強巡查，避免各有民眾違規停車。記者柯家祖、柯兆陽高雄場報道。